伫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农业部林保署的处长王昭华，甲伫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等人的带领，首先伫个台南南华北寮国小的对面举行绿意邮递、蜜源起地共读计划举行揭牌，并且种下苦林啊、芥末、甲伫广纳树，并台湾原生的蜜源，甲伫固碳的树种。今天来到北寮里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跟林保署合作哈，这个我们来种植包括广纳树、虎链跟芥末3种这个植物，大概会有1600株。那这3种植物都是固碳的这个植物哈，我们也希望说更积极的，过去从减碳现在这个来固碳哈，来增加这个减低的这些碳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影响。共同参与我们这个绿衣传递ING， 还有我们蜜源基地的一个共筑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行动。那我想，其实今天的这个活动不只是一个种树啦，其实它更代表的就是我们一个企业的力量的结合，跟我们的一个专业的科学，还有一个我们的环境的一个教育那我想这是非常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永续行动。这项计划由着中华邮政将企业影响的发展融入去企业的治理、绿色运输，甲着数位转型等行动，透过公司部门的协力，启动为期6档的起地防疫的计划，并且由嘉义大学进行科学的监测。中华邮政它加进去的是 EDS 的部分那 EDS 呢是一个所谓的从公司的经营形态到所有的执行项目。那也就是说，中华邮政已经从邮务扩展到我们所有的绿美化的环境，这对于公司的整个顾问的形象会是有相当大的提高。当然，嘉义大学是培育我们所相关的农业、林业的相关人才。那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我就有荣幸受到邀请。那以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个不只有所谓的专业人才的培训，而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扩展到我们对整个环境、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这届的地点选在北寮国小的对面，一方面除了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的课纲，同时也看好北寮国小伫个校长的带领，对着整个校园的立美化的用心。现场活动除了北寮国小的人领队表演，现场还佫安排北寮国小的应届毕业生来寄未来的邮件，写批予6年后的家己，向前梦想甲着绿意的传承，深化邮政甲着在地社区深交的情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